现代社会节奏快速，竞争激烈，许多人感到压力重重，生活中充满各种烦恼。这些烦恼或许来自一件小事，一段过去的遗憾，或是来自于对他人评价的焦虑。然而，快乐真的那么难以触及吗？其实，造成不快乐的根本原因并非外界，而是我们的内心。当我们学会处理负面情绪，放下对无法改变之事的执着，快乐自然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剖析内耗的根源，并探讨如何通过调整心态来提升幸福感。第一章：小事胡思乱想，微小情绪的巨大影响。胡思乱想的心理机制。有句俗话说，一根小刺足以扰乱心神。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比如一句话、一次小错误，为什么却往往能让人不安、懊恼，甚至自责一整天？这与大脑的运作机制有关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的思维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威胁或负面信息上，这是一种进化适应，用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中，这种机制反而成为导致内耗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例如，与同事的一次简单争执，我们可能会在脑中反复模拟当时我应该怎么回应更好，或担忧对方是否因此对自己产生负面印象。这种小题大做的心态让人无法放松，导致情绪的恶性循环。胡思乱想的后果：一、浪费时间与精力，将大量的注意力消耗在小事上，会让人错过更重要的事物。二、影响人际关系，长期的负面情绪容易传递给身边的人，让关系变得紧张。三、健康问题，焦虑与压力会损害免疫系统，导致身心疲惫。摆脱胡思乱想的策略，给事情设限，尝试告诉自己，为这件事最多思考10分钟，然后停止。聚焦当下，通过深呼吸、冥想或专注于具体任务，将注意力从内心转向现实。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，用这件事真的这么重要吗？的反问来削弱过度思考的动力。第二章：焦虑他人评价，让他人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。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他人的看法？在一个重视集体文化的社会里，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融入他人，寻求认同。这种心理需求源于我们的进化，在远古时代，群体的接纳关乎生存。然而，这种生存本能在现代社会却带来了另一种负担，对他人评价的过度焦虑。一个常见的情境是，在公开场合发言后，我们可能会反复琢磨，刚才我说的是不是不够好？别人会怎么想？这种担忧让我们忽视了自我价值，而将快乐的钥匙交给了他人。焦虑的表现与影响：一、自我怀疑，对自己的能力和决策缺乏信心，总是担心不被认可。二、行为受限，为了迎合他人而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，甚至丧失个性。三、情绪波动，因他人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而产生巨大的情绪起伏。减轻对他人评价焦虑的方法：认清事实，他人对我们的注意力其实远小于我们的想象，因为每个人都在忙于关注自己。建立内在价值感，通过设定内在目标，如学会一项新技能或完成一个挑战，来增强自信。学会接纳不同意见，他人的批评或意见不一定是对我们的全盘否定，学会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不同声音。第三章：过去的枷锁，学会与遗憾和解。为何我们总是纠结于过去？许多人陷于过去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后悔自己当初做出的某些选择。无论是错失的机会，还是犯下的错误，这些记忆像是埋藏在心底的刺，一旦想起就疼痛不已。但需要明白的是，无论我们如何反复思索，过去都无法被改变。过度执着于如果当初，只会让我们忽略眼前的生活。与过去的纠结对生活的影响：一、限制当下的行动，因为害怕再次失败，我们可能变得犹豫不决。二、自责心理加深，长期责备自己会削弱自尊与自信心。三、时间的浪费，执着于过去只会让我们错过眼前的机会。如何学会放下过去？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，提醒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就应学会放下，否则只会徒增烦恼。找到教训与意义，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智慧，让它成为成长的助力。重新定义未来，用目标驱动自己，将注意力转向可以掌控的事情上。
第4章允许无常，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。无常的本质，世界是动态的，无论是环境、人际关系，还是我们自身，都在不断变化。正因如此，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，而这也是许多人感到不安的原因。为什么接受无常如此重要？1. 减少抗拒，对变化的抗拒只会让我们更痛苦，学会接受反而能让心态平和。2. 灵活应对，接受无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变化，找到新的可能性。3. 提升幸福感，放下对稳定的执着，能让我们更容易从变化中找到快乐。接受无常的方法：专注当下，学会将注意力放在当前，而不是担忧未知的未来。拥抱变化，将变化视为一种新的机遇，而非威胁。锻炼心理韧性，通过冥想、阅读或其他方式提升自己的抗压能力。第5章快乐的核心，培养健康的心态。心态决定生活质量。生活中的快乐与否，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。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，能让我们即使面对挑战，也能从中找到成长的机会。建立健康心态的方式： 1. 练习感恩，每天记录3件让自己感到感激的事情，有助于养成乐观的习惯。 2. 学会自我宽恕，对自己犯的错误保持包容心态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与进步上。 3. 找到兴趣爱好，培养热爱的活动，不仅能充实生活，还能让心情愉快。快乐的延续，内在与外在的平衡。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内在与外在的平衡。当我们学会处理内心的纠结，并用开放的心态迎接生活时，幸福便会不期而至。无论面对何种挑战，我们都能找到让自己感到满足与平静的方法。快乐不仅仅是目的，更是一种过程。我们需要学会放下，接纳一切，才能活出真正的自由与幸福感。